来，我们是前导优先。袂当八只的，八只答案唔对。七只，你分七只。啊，七只，好，来，我七只咱斗看卖啊来。我来第二个囝来。五只。五只，来五只。啊来，安尼12只。啊12只，安尼即个嘛是我那爱5只。爱两。那嘛是对。啊，唔对呢。这是错的呢。哦，对不？来，咱这边我给时间最短的，最新的。其实这个答案哦，真正是无哦。那么呢，因三兄弟啊，你要分的一个是做咩做？啊，迄个安尼做，你个答案。伊怎请伊个部长，伊个部长看法讲，这无困难。伊怎讲啥呢？来，我一只算互你，怎比18只？哦，18只就做分啊哦。哦对无？这个部长算面一只嘛？18只的俄罗斯敢是9只？9只。啊来，第二个囝敢是6只？啊来，啊第三囝呢？2只。哦，2只嘛。安尼几只？哦。多17只。哦。啊，17只才对2只嘛，对无？这17只这部长看咱一只我都看。啊，多17只嘛。就1只而已。所以这个部长非常厉害。哦，非常的有智慧。所以呢，伊咱这个后养修，真正足重要的。这个册顶上内底咱来讲，伊讲无着无在是叫做啥呢？毋是废品啦，是无品啦。哦，拢互我拍问题，总来叫做无品啦。我这个人讲无品的，对无？无德行，佫无才能。哦，啊若有德无才嘞，有德苗，佫是无才能，这有咱出品。那么呢，无德无德行，佫有才，叫做无养品。哦，有养呢，因为伊无德有才嘛，伊无德行，佫是有才华哦，伊个头壳足好哦，伊会做出啥呢？做那种上道的。哦，这样无养品呢。那么呢，有德有才，这才是真正品。对无？那么我把延伸过来，无福无位是无品。啊，有位无福，那是次品，无够完整。啊，无位有福，那是有养品。哦，亲像成龙，伊第二囝，哦，伊无位啊，佫是有福报啊。成龙是面钱出济，佫是伊囝去食，到伊袂毒啊。这危险品嘛。那么呢，有福有位，这是真正正品。所以呢，福慧双修安尼重要无？真正是非常重要。所以呢，福慧双修是完全互相得到不行方法。咱今仔日有缘来遇到是叫做福，那么天贤修合班也叫做慧。哦，所以呢，咱即个福慧双修现为并进。那么来主持的以来，我们有太多的迷失。哦，我们有太多的迷失，咱家己想看卖啊！数十年来，我想讲，咱到底是接偌济福，咱过偌济福嘛？我们赔了多少？咱的智慧，咱的秘密是集中在偌济？啊，到底什么叫做真的？什么叫做假？哦，这咱不清楚。那么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情况？渭水兴土，渭水满。哦，对不？以前咱在上课的所在呢。那么上天银行是不是继续咧存款？还是敢若你啊，敢若一年你啊拢无接住？还是贷款一堆啊？咱今仔日哦，咱人生在世就是要开咱一世人的福报嘞。啊，咱若拢总无做，无去继续做福报，无有意义，就是亲像敢若一年领钱，敢若计有法敢若领钱，一年领到尾敢会有？就没有了哦。所以呢，有领爱搁行钱，所以呢，咱一定爱福慧双修。啊，毋通干那福报一直开到拢无啊，搁去啥？搁去贷款。什么叫做贷款？就是去做恶，追恶者，这叫做贷款。哦，所以呢，今仔日讲咱人生达到危险的时阵，肯定要怎搞干？
这5个要清楚。所以咱今日爱做家己的本事，咱来快马加鞭，全力以赴，咱来要求家己，咱来鞭策自己，咱一定爱安做。甲家己讲，我一世人一定要好好啊，来福慧双修啦。所以我简单做一个结论：福慧双修叫做菩萨，咱这大家拢总是菩萨的，因为咱这拢有咧福慧双修嘛，对无？因为咱就是咧行菩萨道，咱行有多万年咧，咱有布施，有啊，咱这个布施有啊，坐遮布施时间啊，咱有乞丐无？有啊。咱有忍辱无？有啊，咱有上天有精进有啊。所以咱大家拢总是啥呢？行在菩萨道上，所以叫做菩萨。了嘛？咱这还袂等去，就咱就称为咱菩萨。咱等于绝对是菩萨的啊！只要咱入道来，安尼好做，绝对是会当。所以办道是修福，修道叫做修慧。那么呢，外道人内道己。叫做外兼修，福慧双修。所以呢，咱真爱把握当下，把握当下。若讲人生难题，经一记，文化难文，经一文。历尽人生为大乐，初心不用今生道，愿海河时度初心。所以呢，咱各位学姐，我还比较鼓励，其实咱大家拢叫做修者。咱就叫做同学，咱也互相鼓励嘛。那么呢，咱共同来对这个福慧双修这条路来前进，安尼敢好？好啦大家应该拢做有力的咧。互咱呢，今仔日呢，20点半钟的时间，讲了无做理想的所在，具体的，那么咱今日叫咱推荐这个我得到意见。最后呢，叫咱感谢谢谢。大陆史。感谢讲师慈悲，请道鞠躬，坤道一鞠躬。大家先出心花表，刚刚信过的时间。请讲师慈悲，请道鞠躬，坤道一鞠躬。各位前请坐下。坐下。讲师好。讲师好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讲师好。同学，咱讲无比较咧咱会吼，伊咱拄则咱这讲师就讲着，伊咱从即期以第6步道时做伙伫这个时期。